想象一下，你屋企塵封10年至10年嘅舊錢罐，嗰啲你隨手塞入抽屜角落，當成一文不值嘅香港2元硬幣，原來暗藏住翻身賺大錢嘅機會。好多人執屋清理舊雜物，見到一堆泛黃舊硬幣，即刻打包掉棄或者平價放售，完全估唔到平平無奇嘅2枚零錢，最高可以拍到近8萬港幣天價。喺香港錢幣收藏圈，近兩年一直有個顛覆大家認知嘅現象，同朋友圖像波浪捱元硬幣，有人指100蚊平價散貨，有人私下轉手就賺自十幣，差價頂級錯版股品，正加類似刷新拍賣紀錄。好多普通藏友之所以輸，唔係運氣差，撿唔到真品，而係俾網上碎片化嘅虛假資訊誤導，困死喺收藏誤區入面，白白錯失自己手上面嘅稀缺藏品。一邊係資深藏家靠精準辨版，悉心養護真品，穩賺不賠；一邊係新手盲目囤貨，亂擺亂傳，血虧踩坑。呢個天淵之別嘅差距背後，究竟藏住幾多普通人唔知嘅錢幣收藏貓膩？好多人對香港舊硬幣嘅認知，一世都停留喺舊零錢唔值錢嘅刻板印象入面。早喺70年代中期，香港政府正式發行伊利沙伯二世頭像嘅波浪變2元硬幣，作為當年市面主流流通貨幣，早期鑄幣量已經有成數千萬枚，巔峰時期總發行量更加突破億級規模。嗰個年代呢款硬幣係家家戶戶隨處過境嘅零錢，買餸購物日常消費人人都用，流通量超大，出鏡率極高。正因為咁，幾十年落嚟，絕大部分人都默認呢款2元硬幣只係普通流通幣，完全冇收藏同投資價值。隨住時代轉變，港幣幣種不斷更新迭代，呢款70年代出世嘅舊2元硬幣慢慢退出流通市場，漸漸淡出大眾視野，而家只可以零星喺老一輩嘅錢罐、老牌雜貨鋪、舊物件收納箱入面揾到，一般街坊見到都係隨手擺埋一邊，絕對唔會花心思分辨年份、版別、品相，更加唔會愣到。呢啲睇落一模一樣嘅硬幣，單憑品相、年份、版別、錯版嘅細微差別，就可以做出天差地別嘅市場價值。早幾年，香港錢幣圈就有一單真實反差案例，徹底打破大眾嘅固有認知。一位老牌雜貨鋪老闆整理長輩遺留落嚟嘅舊錢幣時，佢一堆雜亂零錢入面揾到一枚1978年元光未流通嘅波浪2元硬幣。因為唔識行規，佢淨係當普通舊幣幾百港幣就轉手賣俾資深藏友。藏友接手之後，即刻即送去 PCGS 專業評級，攞到高分認證。短短2年時間，呢枚硬幣嘅市場價直接飆升到3萬港幣，漲幅足足幾十倍。反觀市面上面大把同年份磨損嚴重、布滿氧化斑點嘅流通舊幣，掛價幾百蚊都冇人問津。一冷一熱嘅市場行情，赤裸裸揭開錢幣收藏圈最殘酷嘅真相。同款幣種、群商優劣帶嚟嘅價值鴻溝，遠比大家想象中誇張得多。好多收藏新手入門嘅時候，都會跌入一個致命認知誤區，以為同一版型嘅硬幣升值潛力都差唔多，定係年份新舊有少少差異，絕對唔會有顛覆性嘅價格差距。但真實嘅錢幣市場從來都唔跟普通人嘅慣性思維走。收藏圈一直流傳緊一個行情，香港2元波浪幣入面嘅頂級珍稀錯版特殊高分版別，拍賣成交價最高可以衝擊100萬港幣級別。聽到呢個數字，絕大多數人第一反應就係質疑，覺得係市場炒作、商家造勢，專門收割新手韭菜。但事實係呢啲天價成交記錄全部有據可查，唔係空穴來風，背後有實打實嘅稀缺性同市場價值支撐。最可惜嘅係，無數普通家庭嘅舊錢幣箱入面，隨時已經藏住呢類高價值藏品，只係大家缺乏專業認知，睇唔出版別差異，分唔清品相好壞，硬生生將100萬真品當普通零錢白白走甩，資產增值嘅黃金機會。而家嘅錢幣收藏圈明顯分成2類人，一類係純粹嘅愛好者，睇重舊錢幣承載嘅歷史意義，將每一枚舊幣當成香港貨幣發展史嘅實物印記收藏，純粹為咗情懷，唔為賺錢。另一類係理性投資者，將小眾舊錢幣作為穩健嘅資產配置渠道，靠住行業資訊差，長期持有優質藏品，穩穩賺取升值紅利。無論你係情懷收藏定係投資增值，想要避開層出不窮嘅收藏誤區，捉到小眾藏品爆發增值嘅機遇，就一定要食透香港波浪2元硬幣嘅收藏底層邏輯，睇透市場真正嘅定價規則。錢幣收藏同所有投資賽道一樣，永遠存在資訊差、熟悉規則變真假、識稀缺嘅人收割紅利，無知跟風嘅人淪為韭菜。
好多人跟風收藏十幾年，手上面囤咗一大堆舊硬幣，最後一分錢都賺唔到，甚至虧本。核心原因就係淨係睇表面唔睇內核，淨係跟風傳言唔睇真實行情。今日我就同大家掰開游說，深度拆解呢款被大眾嚴重低估嘅英屬香港女王波浪2元硬幣，徹底講清佢嘅升值邏輯、收藏痛點、避坑細節，等每一個普通人都可以睇懂呢款舊幣嘅價值密碼，唔再白白錯失身邊嘅人形財富。首先，第一個最扎心嘅行業痛點，住係舊食狗嘅人，淨係識睇年份收藏，完全忽略品相為王，親手將天價藏品變成一文不值嘅廢幣。呢個係所有錢幣收藏新手踩得最多、虧得最慘嘅大坑帽之一。好多新手入門，第一件事就係瘋狂搜集舊硬幣年份對照表，死記硬背邊啲年份發行量少，邊啲年份熱度高，但偏偏忽略咗品相，先係錢幣定價嘅第一核心要素。長年參與港澳各大錢幣拍賣會，見過成千上萬枚同款波浪2元硬幣，早就摸透咗市場是最鮮明嘅定價規律。同一型號、同一年份嘅硬幣，品相優劣帶嚟嘅價值差距，對手相差幾十，極端情況甚至可一字差上百倍。呢個差距完全超出普通人認知。大家成日覺得同年做嘅硬幣差距可以有幾大，但真實市場嘅評判標準嚴苛到離譜。所謂嘅天價藏品、高升值潛力藏品，有一條絕對唔可以打破嘅前置條件，就係必須保持優良原始音相，零流通痕跡、零氧化、零磕碰、零劃痕。嗰啲喺民間流通咗幾十年嘅普通舊幣，經過無數人手流轉、市面交易，幣面圖案磨平邊緣磨損、布滿氧化黑點、磕碰痕跡，到處都係。就算係稀缺年份，都基本冇咗大幅升值嘅空間。反觀嗰啲原廠原光、全新未流通、保存完好嘅裸幣，自帶稀缺屬性，只要送去權威機構評級攞高分，市場熱價即刻翻倍暴漲，獨成自優。我身邊就有一單實嘅血淚案例。內地嗰一塊時皮早年低價入手十幾枚1978年稀缺年份嘅元光2元硬幣，原本呢批幣好好保存，攤枚市場價，輕輕鬆鬆可以突破2萬港幣。點知佢貪方便，將十幾枚硬幣全部塞入同一個密封膠盒，冇單獨隔離擺放，長年密閉存放，再加埋硬幣之間互相摩擦碰撞，短短3年時間，原品完好無損嘅元光幣，全部布滿細微劃痕，仲滋生大面積氧化斑點。好好一批頂級潛力藏品，硬生生俾錯誤嘅保存方式毀掉品相，最後只可以以單枚6000港幣嘅低價轉手。呢次操作直接虧10幾萬，呢種損失真係肉痛到極致。無數藏友嘅血淚經驗證明，年份只係加分項，品相先係生命線。唔識養護忽視品相，再稀缺嘅年份都冇任何價值。係嚟個直已被忽略嘅收藏痛點，盲目迷信唔慎眠，唔識發行量同存量邏輯。跟風囤積普通幣，最後血本無歸。好多新手俾網上碎片化嘅收藏科普誤導，以為只要係扭年份香港2元硬幣就一定有升值空間，於是大批量囤積市面隨處可見嘅普通流通幣，妄想長期持有坐等暴漲，最後徹底被套路。想要赤透呢款硬幣嘅升值邏輯，首先要理清佢嘅發行歷史同發行量數據，所有升值密碼全部藏喺發行量同存量變化入面。呢款女王頭像波浪2元硬幣喺1975年正式首發，開啟咗接近20年嘅鑄幣週期，熟食5年，首發年份鑄幣量就高達6-7萬枚。呢個體量喺流通硬幣入面屬於超級大盤量。從投資邏輯嚟講，超大發行量嘅普通幣種根本唔可能出現整體性暴漲，最適合情懷收藏，絕對唔適合做投資標的。好多人都會疑惑，既然大發行量幣種難漲價，點解仲有同款硬幣拍到天價？核心關鍵就在於稀缺年份嘅斷層發行。好多人唔知明及1916年、1917年2年，官方完全冇鑄造2元波浪幣。事隔2年之後，1918年先重啟生產，而1918年嘅鑄幣量僅僅得504,000枚。成個系列常規年份入面發行量最低嘅品種，冇之一50幾萬枚嘅發行量，擺喺1級體量嘅流通幣入面，稀缺性直接拉滿。都幾十年嘅市面流通，人為損耗、氧化腐蝕、遺失損毀，能夠完整保存品相完好嘅1978年2元硬幣，存量已經少得可憐，拍賣行嘅真實成交數據最有說服力。早年香港前輩專場拍賣入面，一枚 PCGS 高分評級、零磕碰、零氧化嘅1978年元光2元幣，
原本股價3萬至4萬港幣，經過多位藏友多輪激烈競價，最終以46000港幣落槌成交。而市面上面嗰啲磨損嚴重、品相殘破嘅甩九78年流通舊幣，市價淨係維持喺幾百港幣，同款唔同品相，差價高達上百倍。同定值，除咗1978年呢個頂級稀缺年份，1979年鑄幣量903萬枚，198年3000萬枚，1983年1500萬枚，發行量逐年遞增，稀缺性持續下降，普通品相嘅市場價值自然大打折扣。更關鍵嘅係錢幣圈有個好特別嘅行業規律，70年代末、80年代初嘅部分批次硬幣鑄造完成之後，並冇全數投放市面流通，大量庫存被官方封存。隨住時間慢慢消耗，導致一啲帳面發行量唔低嘅年份，優質品相貨源逐年銳減。而家無論香港本地定係內地資深藏友，常年走訪各大舊貨市場、錢幣市場，想揾一卷原裝未拆封嘅2元硬幣，幾乎次次空手而歸。市面上面可以見到嘅全部係損耗嚴重嘅流通舊幣，完美保存嘅原光幣已經變成極度稀缺嘅資源，唔識發行量斷層邏輯，瞠目囤積普通年份舊幣係無數新手收藏虧損嘅核心原因。你啲3個最容易踩坑嘅核心痛點，淨係識睇年份品相，完全忽略錯版幣價值，白白錯過百萬級天價藏品。絕大多數普通藏友翻看舊硬幣，只係簡單核對年份，睇下品相好壞。完全唔知道真正可以衝擊百萬、千萬港幣天價嘅根本唔係常規高分年份幣，而係各類稀缺鑄幣錯版幣。呢個就係錢幣收藏圈最大嘅資訊差。普通大眾一無所知，資深藏家就靠錯版幣賺得盆滿缽滿。錢幣鑄造係一套極度精密嘅工業流程，金屬坯料、沖壓模具、機器調試、人工操作，用值任何一個試幣玩字，出錯都會誕生獨一無二嘅錯版幣。錯版幣細分好多種類，偏打、漏打、複打、模具錯位、正反面圖案偏移、坯料瑕疵等等，五花八門。但並唔係所有錯版幣都值錢，錯版嘅明顯程度、全球全世數量品相完好度，直接決定錯版幣嘅市場價值。收藏圈有一條公認鐵律：條通幣錯版一旦特徵清晰、傳世量極低，甚至係孤品價值，會徹底脫離普通幣種嘅定價體系，跳出常規行情，隨時衝擊天價。放眼全球錢幣拍賣市場，歐洲、東南亞多次出現近代機制錯幣，拍出數百萬港幣嘅紀錄。香港本地專場拍賣亦都多次出現英屬波浪2元錯幣，引發各路藏友瘋狂競價。有據可查嘅真實案例多到數唔晒。獨知名拍賣目錄曾經收錄煙米1979年波浪壓元錯幣，呢枚硬幣採用1元硬幣坯料沖壓層成，整體圖案比例失衡，波浪邊緣層成異常，同標準壓元幣差距極大。當年股價淨係4000至5000港幣，最後都順利高價成交。仲有更震撼嘅案例，國際知名拍賣行曾經上拍一批90年代波浪2元錯版幣單枚，最終成交價接近9萬港幣。而呢個只係中等稀缺度嘅錯版幣，網傳百萬、千萬港幣嘅天價藏品係特徵更極端，全球淨傳數枚，甚至獨一無二嘅頂級級孤品，錯版稀缺性直接拉絲買價值自然水漲船高。普通人最容易識別嘅錯版特徵就係女王頭像區域偏打，因為模具調試偏差，硬幣整體圖案居中偏移。女王頭像偏向一側背面留白區域異常，呢類錯版辨識度極高，收藏價值都非常高。我接觸過一單真實民間檢漏案例，一位觀眾整理已故長輩遺留嘅零錢罐，偶然揾到一枚1986年波浪邊偏打錯版2元幣，一開始只係覺得硬幣邊緣造型奇怪，完全唔知係鑄幣瑕疵，幾十年都隨意擺放。後來接觸錢幣收藏，先發現係稀缺錯版，即刻送去 PCGS 專業評級。攞到高分之後，喺專場拍賣以18000港幣成功成交。無幾十人嘅普通舊幣，就因為稀缺錯版屬性，瞬間實現百倍增值。如果呢類偏打錯版幣仲可以保持原廠原光、零流通磨損嘅完美品相，市場價值會再度翻倍。元超、銅鹽粉所有常規幣種，海蛙忽略錯版識別就係主動放棄自己手上面最值錢嘅藏品。呢個都係普通藏友同資深玩家嘅核心差距。第4個致命收藏痛點：錯戶、養戶親手毀掉真品，唔識行業規則，白白造成巨額資產縮水。好多人好崩而揾到稀缺年份、優質品相、珍稀錯版嘅好幣，最後竟然毀喺自己手上，真係可惜到極致。錢幣收藏嘅養護細節睇落微不足道，
卻直接決定藏品嘅最終價值。90期嘅新手都栽喺養護誤區入面。首先係存放方式出錯，絕大部分人習慣將所有舊硬幣塞入鐵罐、膠盒抽屜，一大堆硬幣堆疊埋一齊，互相摩擦、互相擠壓，短短幾年時間，原本完好無損嘅原光幣就會布滿細微劃痕、磨損發亮，徹底失去收藏溢價。其次係環境問題，香港同南方地區常年潮濕悶熱，二元硬幣採用合金材質質，防潮性能極差，長期擺喺潮濕密閉空間，好容易滋生點狀、氧化發黑發黴、出現氧化痕跡。評級機構直接扣分，市場價格即刻腰斬。仲有最離譜嘅清潔誤區，好多人見到硬幣表面有污跡發黑，就中意用牙膏打磨、洗銀水清洗、硬物測色。論錢幣收藏圈，最忌就係人工拋光同人工清洗。所有權威評級機構最看重嘅就係硬幣原始包裝、原始狀態。任何人工打磨、化學清洗都會破壞硬幣原始表層，屬於不可逆損傷。就算係頂級稀缺錯版幣，經過人工清潔，價值直接縮水60%以上。仲有一個極易忽略嘅細節，好多人中意徒手觸摸硬幣，幣面人體汗液、油脂會殘留喺硬幣表面，日積月累形成頑固污垢，慢慢腐蝕幣面，造成無法修復嘅瑕疵，大幅拉低藏品等級。我見過太多藏友手上面握住一堆潛力好幣，就因為唔識養護，隨意擺放，盲目清潔，硬生生將天價珍品變成普通舊幣，最後低價出手都冇人要收藏多年，一場空甚至虧本虧損。正確嘅養護方式其實好簡單，所有硬幣必須單獨隔離存放，用專用錢幣保護盒、保護袋，避免互相摩擦，擺喺乾燥、避光、通風嘅位置，杜絕潮濕、氧化，全程唔好徒手觸碰幣面，絕對唔好做任何人工清潔，保留原始狀態，先可以長久鎖住藏品價值。第5個普遍存在嘅行業痛點，輕信網絡虛假炒作，唔識分辨真實行情，盲目投資踩坑虧損。而家各大短視頻平台、社交平台充斥住大量錢幣收藏嘅誇大宣傳，隨便一枚普通磨損舊幣就被吹成幾十萬、幾百萬嘅天價珍品，各種虛假件漏、暴富故事滿天飛，徹底誤導收藏新手。好多新手睇完營銷視頻，就產生不切實際嘅幻想，覺得屋企隨便揾到一枚香港2元舊幣就可以一夜暴富，於是盲目跟風大量囤貨，最後徹底踩坑大虧。我直白同大家講一句真話。天價成交案例，永遠只屬於金字塔頂端嘅極少數藏品，係稀缺年份、完美品相、頂級錯版、權威評級多重條件疊加先至出現嘅結果。百萬挑一，甚至千萬挑一。市面上面99%普通人手上面嘅舊幣，都係普通年份、磨損嚴重、冇錯版嘅流通幣，價值僅略高於面值，完全唔存在暴漲可能。與此同時，而家錢幣市場亂象重生，造假技術越嚟越精湛。專門針對新手嘅仿冒錯版幣、改年份幣層出不窮，好多不良商家人工打磨硬幣，偽造編打錯版、修改年份標識，將普通舊幣包裝成稀缺珍品，高價賣俾唔識行嘅新手，無數人因此蒙受巨額損失。更關鍵嘅係，好多人分唔清網絡估價同真實拍賣成交價，網上嘅自由報價、商家標價只可以做參考，真正決定藏品價值嘅係權威拍賣行嘅真實落槌記錄。藏品實物品商市場供需關係，同一枚藏品市場高位同低位，成交價可以相差數倍。盲目跟風炒作、輕信虛假報價，係新手收藏虧損嘅最大根源。除此之外，好多人分唔清愛好同投資嘅區別，純粹情懷收藏，唔使糾結升值與否，重點係留存歷史記憶。但如果想將舊錢幣做資產配置、投資增值，就必須精準辨版，識得睇品相，摸透真實行情，規避市場風險。絕對唔可以憑感覺、靠幻想收藏。睇完呢啲收藏痛點同行業真相，相信大家終於明白點解同款香港波浪2元硬幣，有人穩賺大錢，有人血虧踩坑，有人輕鬆撿漏，有人白白錯過。而家嘅錢幣市場正喺經歷一場極度鮮明嘅兩極分化。隨住老一輩藏友陸續放貨出藏，大量普通年份、劣質商嘅舊幣湧入市場，普通藏品存量過剩，供大於求，價格只會持續走低。而優質原光幣、高分評級幣、珍稀錯版幣存量持續消耗，不可再生，稀缺性越嚟越強。再加埋內地藏友持續入場，市場資金不斷湧入，高端精品幣嘅價格只會穩步攀升，優劣藏品嘅價格差距只會越拉越大。錢幣收藏嘅底層升值邏輯，從來都唔係越老越值錢，而係越稀缺、越完整、越獨特、越有歷史底蘊先越值錢。
呢款應屬香港2元波浪幣，承載住70年代到90年代香港嘅貨幣變遷、民生百態，佢應屬香港貨幣體系嘅核心實物載體。每一枚流通舊幣，當年都經過無數香港市民手中流轉，承載住一代人嘅集體回憶同時代印記。對比起虛無縹緲嘅炒作概念，呢種有歷史支撐、有稀缺屬性、有市場剛需嘅小眾藏品，先具備長期穩定嘅增值潛力。而收藏領域最大嘅魅力同最大嘅風險，全部源自資訊差。資深藏家靠專業認知捕捉紅利，普通大眾靠固有認知錯失財富。人與人之間嘅差距，從來都唔喺藏品本身，而喺認知同眼光。其實每一個普通人嘅屋企都可能藏住被大家忽略嘅小眾珍品，因為大部分人缺乏識別能力，隨手擱置、隨意丟棄，白白浪費咗身邊嘅隱形資產。睇完今日呢期片，大家即刻可以抽少少時間，翻屋企嘅舊錢幣收納箱、老錢罐、雜物抽屜，將所有英女王頭像嘅2元波浪幣全部整理出嚟，逐一核對年份，仔細觀察品相，認真排查錯版。一旦揾到1978年元光靈磨損幣種，或者特徵清晰嘅稀缺錯版幣，千祈唔好隨意擺放，一定要單獨防潮，妥善保存。逐組揾專業人士評估價值，絕對唔可以再次錯失良機。當然，我都想同大家講，唔使太過功利收藏嘅核心樂趣，從來都唔只係資產增值，更係透過一枚細細嘅硬幣，觸摸一段已經遠去嘅香港歷史，感受時代嘅變遷。呢份情懷同溫度遠比短期嘅金錢收益更加珍貴。那麼最後我常問，明明只係面值2蚊嘅普通零錢，竟然可以靠住稀缺性同品相差異，做出百倍千倍嘅價值差距。無數人因為無知錯失財富，因為唔驅柴坑虧船，對錢你怎麼看？台㗎。如果大家想繼續睇更多香港舊錢幣嘅檢漏技巧、避坑乾貨、真實拍賣行情，千祈唔好吝嗇點讚訂閱，開埋小鈴鐺。強急。我後說會持續測債，更多稀有版別結滅市面造假棚，套路分從零學懂錢幣收藏，唔再做韭菜，唔再走甩真品。有收藏故事或者疑問，歡迎喺評論區留言傾偈。